台南自行车公共化主要是市长黄伟哲任内并大众运输最后一里路政策，特别U-Bike 2.0去年2月启用服务无到当半，已经提早完成500站，突破500万使用人次的目标，嘛显示市民甲游客拢相当意外。特别伫政府甲民间合作，嘛互 U-Bike 成为城市上水的风景之一。U-Bike 的进来，其实让大家能够做更深度的旅游、深度的拜访，所以不论是历史古迹或者是店家，大家都到得了了，不用担心车子去 K 到边啊的人啊、厝啊。高雄局长为了向市民甲全国游客报告这个好消息，并持续扩充服务。透过记者会嘛，提出113年底将克服万难，达成大台南3市区拢有站点，甚至114年底突破1000万人次使用的后一阶段。公营部门的这个单位的协助底下，他也愿意无偿的，尤其是学校很多的大学都愿意来无偿的来提供土地让我们来设立。那当然设立之前，帮我们探寻需求是各位议员协助我们来把这些有需求的位置找出来哈。后续我们还有125站的设置，以及加入1200辆的一个自行车。那希望我们目前37区已经有34区有所谓的 U-Bike， 也希望说透过后续的这125站，能够做到37区都有所谓的 U-Bike 的一个站点，让它整个自行车的公共化能够扩及到台南市每个角落。高雄局表示，想要知影台南 U-Bike 2.0伫倒一搭有站顶资讯，会当到美笑单车官方的网站来查询。嘛，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互 U-Bike 成为台南日常甲观光的一部分。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